Hello，歡迎大家嚟到堅係答你時間啦。咁今日咧又同大家分享啲有趣話題啦。咁話說啦嚇，唔係話說我有個既係學生，應該都係學生，又係學生又係客啦。咁啊問咗我個問題，咁佢就話咧佢想了解下點解有啲人，譬如上一生啦，如果佢係十惡不赦啦，即係大奸大惡啦，點解忽然間今生咧又唔係延續上一生嘅十惡不赦大奸大惡咧，而又係要行另一個劇本，導致到可能唔係大奸大惡，但係因為你唔係大奸大惡啦嘛，咁跟住但係又要受翻以前嘅嗰啲業力，咁咪好辛苦咯咁。如果都係大奸大惡嘅時候，咁咪可以唔使內疚啊，唔使咁辛苦咯。即係問點解會喺輪迴個過程裏邊會有咁嘅分別咁樣？我諗佢即係想了解輪迴嘅邏輯啦。咁我又試下分析下啦，即係按照我嘅理解去分析下啦。咁亦都糅合翻佛家啦、道家啦同埋 New Age 嘅講法，去同大家探討一下，係啦，探討啫。因為我唔係專家，費事俾人攻擊讚你，你又唔係佛弟子，你又唔係道家弟子，你講咩啊咁樣？嗱，咁其實好多學説嘅嘢咧，唔一定係弟子咧先至係有探討嘅資格嘅，係啦。但係每一個願意去研究嘅研究者咧，都係可以係探討物同埋分享嘅。咁我就融合翻啦，因為其實我自己都睇得比較多噶嘛。咁啊，就算外星啊嗰啲外星文明講嘅嘢啊，咁其實我都會探討噶嘛。咁所以咧就可以同大家講解下一個輪迴嘅邏輯啦，咁樣。其實大家即係我以往啦，無論我喺 N 年前嘅 New Age 佛話啦，又或者我喺不斷嘅影片啦，其實都同大家講一個字叫業力啊嘛，係咪？英文叫 karma 啊嘛，係咪？咁呢個概念其實係無論佛教就講業力啦，道家原來佢哋個名咧就叫做承負啊。即係承係承傳嘅承啦，負係負擔個負啦，咁樣承負就係道家佢愛嚟形容翻道教啦，或者道家啦愛嚟形容翻呢啲因果業力嘅一個形容詞啦，咁樣。咁其實大家都係或者 New Age 啦 ，New Age 就會講話係一個靈魂記憶或者靈魂記錄，係咪？咁大家係用緊唔同嘅詞語，但係其實最終都係講緊一樣嘢，就係記錄，係一種記錄。咁喺我先講佛家啦，係咪？咁佛家嗰邊咧就話呢個咧業力咧就係我哋無量生之中咧種落嚟。咁其實咧我哋就係喺有緣嘅嗰生，即係因為你未必係喺某一個時空點啊，即係你未必係一生係還得晒累世咁多債嘅，你可能分開3生去還翻你累世咁多個債。咁啊，所以唔同呢個生命嘅時段咧，你會有唔同嘅劇本嘅對應翻你要還嘅業力，咁樣去處理翻咁樣。咁所以即係佛家就有呢個理解啦。咁所以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嘅，佛家同道家咧，其實佢哋嘅理論咧都係可以緣出一轍。不過因為唔同時代背景啦，亦都係唔同嘅倡導者啦，咁佢哋都會加上個人嘅，即係自己個人嘅主觀意念喺嗰個教義裏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研究唔同嘅學説咧，我就中意剔除一啲人嘅偏好，咁樣我就會覺得客觀少少。即係你要剔除翻一啲時代背景嘅影響啊，人嘅偏好嘅影響啊，可能係有人嘅個性喺入邊嘅嗰啲因素，我就中意剔走佢，跟然之後就剩翻一個核心嘅嗰個內容咧，你就可以係即係當係一個精華咁樣去探討咯。我自己就喜歡咁樣嘅。咁所以點解即係我以前都解釋過，點解我係唔進入某一個特定嘅宗教嘅原因咧，就係我會明白唔同嘅宗教或者唔同嘅學説裏邊都有佢呢啲嘅成分喺度嘅，即係時代背景啊、宣教者嘅個人嘅偏好啊、性格啊，可能有少少執念啦嚇，即係各個教派裏邊都有撈埋呢堆嘢喺度，所以我就唔會係淨係進入一個教派或者一個學説裏邊，而係我係會剔除呢啲嘢，就每一個學説我都會淨係收集佢嘅嗰個最終嘅精華嘅內容，咁樣我就覺得客觀少少。咁係啦，即係大家唔知認唔認同啦。咁當然有啲就有佢自己睇法啦，會覺得你都唔係咩唔係佛門嘅弟子，學咩人講佛教啊？你唔係道家弟子，學咩人講道家？唔同嘅人有佢自己唔同嘅執着睇法啦，所以我哋而家係探討呢個學説，戴定個頭盔先係啦。咁嗱，其實
業力呢一樣嘢頭先所講啦，咁其實都係喺唔同嘅學説裏邊啦，都會講到呢一個其實就係一個記憶嚇，就係一個你做過嘅嘢嘅一種記錄，係一個宇宙記憶。咁喺 New Age 啊或者咩就會講話係一種嘅宇宙記憶啦，或者阿卡西記錄啦，或者你中性啲叫靈魂記憶啦，因為你靈魂自己孭嘅呢條數，你做過嘅嘢其實係會有個 record 喺度嘅。咁而你孭咗呢一個記錄喺度，就會成為你未處理好嘅功課，即係當然係啲負面嘅嘢啊，或者爭咁一條數就會成為你未處理好嘅功課。咁你呢個靈魂就會攜帶住你呢個未處理好嘅功課咧，就會嘗試去喺第二啲時空裏邊去做完呢份功課。咁點解我哋要做完呢份功課啊？喺 New Age 嘅講法咧就係話，當你做完咗呢啲功課嘅時候，你個靈魂咧就會冇咗負擔啦。因為呢啲未做完嘅功課就好似我哋未做完，真係我哋學校嘅功課咁，你都會有一份負擔感噶嘛，你都會有啲即係未做完嘅事情嘅嗰種壓力喺度噶嘛。咁一個靈魂如果有呢一啲嘅未做完、未完成嘅事情嘅時候，佢都會有種壓力，有種聚力，而呢種聚力咧就會影響呢個靈魂嘅頻率。即係你當輕重先啦，你用輕重嘅概念嚟計先啦嚇。個靈魂越輕清嘅話，咁佢咪越快會翻到去嗰個叫源頭嗰個，即係你當係一個極樂世界先嚇。個靈魂越輕就會越快翻落去。咁但係你有未完成嘅事情嘅時候，佢就會好似一個個秤砣咁樣稱住喺你嘅靈魂嘅能量記錄嗰度。呢啲嘢係會有聚力嘅，就會有個重力拉住你，咪會上唔到去咯。咁所以你用輕重呢度咧就容易啲理解啦。咁所以一啲未完成嘅功課嘅時候，就會好似一個個秤砣咁勾喺嗰度，然之後你就會去沉翻落呢個維度沉翻落嚟嘅時候，而且令到你靈魂咧係會有種嘅無形嘅莫名嘅負擔感。呢種就係潛意識裏邊所帶俾你嘅一種可能你認為嘅個性你認為嘅特點咁樣，咁而呢啲就係你勾住喺度一個好嘅秤砣，令到你喺投生嘅時候、選擇肉體嘅時候、選擇劇本嘅時候，就會基於呢啲一個個秤砣嘅質地嗰份功課嘅內容，而係去反射出嚟你個劇本應該係乜嘢啦。咁然之後你就會喺翻相對應嘅劇本裏邊做好你嗰份功課。即係話如果你係呃人哋情債嘅，咁你嗰份功課咧就會係情劫即係你呃咗好多人嘅感情，跟住即係叫咩渣男又好渣女又好咁樣啦。咁然之後你嗰份功課就係虧欠感情虧欠感情喺你個靈魂裏邊有呢個記錄咯。咁咧你呢個秤砣會帶引你去一個咩劇本咧？就係呢個劇本咧，你就係要去遇翻一啲傷害你心嘅人。第一，點解你要遇翻一啲傷害你心嘅人？因為你要感受翻當其時你傷害人嘅嗰種感覺，你先知道原來係咁嘅咁樣，你先至會受翻呢一種嘅能量，你先會明白。因為靈魂其實係一種好純粹嘅慾望，就係要自我圓滿啊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唔認知嗰種痛苦喺邊度，你點樣自我圓滿翻嗰份功課咧？咁所以咧，你就會遇翻一啲人去傷害你，跟住你就明白原來傷害人係咁慘㗎咁樣。咁你產生咗嗰份嘅憐憫心，或者嗰份嘅要修正自己呢個，即係當下，如果你之前傷害咗10個女人，跟住10個為你跳樓咁樣，咁咧。而你今生受翻嗰個傷害嘅時候，你可以唔選擇跳樓，你可以選擇將呢份嘅痛苦轉化為去救助別人嘅動力，即係譬如嗰啲幫助嗰啲庇護所啲單親媽媽係咪啊？即係嗰啲保護婦女團體咁樣，你可以選擇去將你嘅痛苦轉化為動力，去貢獻翻俾一啲有需要幫助嘅人，咁你咪能夠圓滿翻你嗰份功課咯。因為之前有人為咗你嘅情而跳樓，傷害咗佢嘅心，跟住自殘。咁呢一個就係你要首先明白個痛苦喺邊度，然之後你有能力去轉化翻呢個痛成為幫助別人嘅動力嘅時候，咁呢一個咧你就圓滿咗你份功課，因為你係成功將你嘅連轉咗，將你嘅力量變咗去幫助其他人。咁喺個宇宙大系統裏邊咧，就會產生一個記錄。呢個記錄就係叫咩啊？就係叫做被感情傷害之後，可以選擇不跳樓，可以選擇幫助更加多其他人士，係咪？即係就會產生咗呢個記錄咯。咁呢個記錄咪會成為一個宇宙阿卡西記錄裏邊嘅一個教材咯。咁呢個能量咪會繼續可以係去影響其他人咯，喺個集體念力或者個集體意識裏邊。咁呢個就係一個
用 New Age 嘅語言去講解翻業力同埋點樣圓滿業力嘅一個講解。其實我 New Age 呢 part 應該講到用喺最後講，不過你知啦，我呢啲即係好性急之人咧，就會將啲New Age 嘅嘢就先講咗先啦。咁其實喺又講翻呢個佛家啦，佛家咧就會係我自己覺得嚇佛家佢係會係傾向係死後世界多少少嘅，咁即係話佢會傾向放棄，即係嗱，我唔知當其時佛陀係咪咁樣啦，但係經過幾千年以嚟嘅唔同嘅佛家修行者，佢哋再集成嘅嗰種集體意念，係會讓人哋感覺係佛家係唔想理生前，係只顧死後，比較係咁樣，即係話佢放低生呢個在生嘅世界嘅嘢所以佢哋就會叫你放低慾念啊，放低在生世界嘅物慾啊、執着啊、對生命嘅一切啊，咁佢就會叫你係潛心修，可能用經文啊，或者用一個修心修智慧嘅狀態咧，就去叫你去修你往生後你嘅靈魂世界，即係你個慧命啊，或者你個即係總之往生之後嘅嗰個靈魂嘅狀態，叫你修嗰一樣嘢。當然佢哋都會有平衡業力嘅呢個概念嘅，咁佢哋就會用翻超度呢個概念，即係話用經文去超度啊，用法會啊，用儀式啊去超度咁樣樣。咁其實嗰個總體嘅邏輯都係離不開，就係將一啲嘢係去平衡翻咁。呢個就係佛家嘅，就我所 get 到啦佛家佢哋嗰邊嘅修行者嘅嗰個大致嘅情況啦。因為我之前都好多佛學嗰邊嘅朋友係過嚟學習啦，或者係會員朋友都有好多。咁我會觀察到佢哋係比較係傾向都係咁樣嘅，放低晒一切嘅在生嘅物慾，放低甚至乎有啲極端，我以前好似都分享過，有啲極端少少，即係本身自己都係小康之家，咁咧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罪嚟嘅，即係錢係罪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將自己嘅小康嘅情況咧，就一路係去有意識地去將佢嘅財富減低，咁而導致到係財務情況唔係咁好。咁而佢嘅下一代，即係兩公婆啦，都係有同樣嘅價值觀啦。咁但係佢個下一代唔理解呢件事，就好嬲佢哋嘅父母，因為本來細個咁富裕咁豐盛點解由大屋要住到細屋，又即係有錢變到冇錢咁，所以下一代就會好嬲佢父母點解要咁樣做咁我之前曾經有個咁樣嘅 case， 咁我幫佢做咗能量調頻之後，佢阿仔就忽然間唔嬲佢哋，即係個表現變得關心翻佢阿媽係咯，即係緊張翻阿媽咁樣咯，即係佢個表達係咁樣話翻俾我聽啦。咁呢個就係當其時我，所以點解會有咁印象深刻咧？就係，但我覺得當然呢個有佢哋兩夫婦嘅價值觀啦，係咪需要去到咁極端，將自己嘅財富變成由好豐盛變成好緊缺咧？即係咪需要咁樣咧？我成日都我唔係太贊成呢個做法嘅，因為好多嘢會接踵而來即係你會將個問題惡化。即係雖然你話有好多人就話錢能夠解決一切嘅問題，係啦，咁錢解決唔到咧，係用更多嘅錢解決問題。即係雖然有人係倡導一個咁樣嘅講法，咁但係我覺得又唔係100%係啱嘅。錢唔係解決一切問題，但係錢起碼可以俾你少好多煩惱咁樣。咁如果你嘅人生中少咗好多唔等使嘅煩惱，錢可以解決嘅嗰堆，咁你咪可以集中精神去處理一啲唔係嗰啲問題嘅事情咯，譬如你自己嘅修行啊，或者你嘅精神世界嘅嗰啲咁樣嘅追尋啊咁樣你有時間去可能睇一啲典故追尋下一啲其他即係可能修心養性嘅活動又好，一啲嘅課堂又好，係嘛？即係你嗰邊唔擔心錢嘅時候，你可以空出更加多嘅時間去做呢一堆其他嘅嘢。咁我覺得，所以點解我就會覺得我唔贊成係將自己由富裕變成貧窮，即係呢一種，而係進入修佛係要咁，我唔贊成。但係即係真係有呢啲 case， 我只不過分享我遇過嘅 case 俾大家知道咁樣咯。咁所以好多我會見到啦，好多佛家嘅修行者，佢哋就會比較傾向係會好極端咁抌低晒一切嘅物慾，
嚇，咁去進行佢哋嘅修行咯。咁當然即係如果你個環境係要咁樣，或者你個環境係咁樣令你舒服啲嘅，咁咪咁樣咯。即係有好多都係有錢仔走去出家噶嘛，係咪？即係嗰個咩何寶生啊，定係邊一個咁樣都係即係家財萬貫咁啊走去剃光頭出家，都有呢啲噶嘛。咁當然啦，每個人有佢自己個別嘅選擇嘅原因係啦。咁我哋就要個別原因個別去理解係啦咁樣。咁我只係將一個即係 in general 啦，大眾嘅嗰個即係對於佛教修行或者佛教對於因果輪迴嘅嗰個理解去分析俾大家知道啦。咁所以佛家嗰邊就係會講話，因為靈魂即係你無量生有業力，咁所以咧你今生咧就會遇到咁多個痛苦啦咁樣。咁你就唔好喺個物欲嗰度去尋解決方法啦，你就係超度翻債主超度翻祖先，超度翻好多嘅亡靈嘅時候，去做翻一個咁樣嘅調整。咁你喺往生後嘅世界咧就會係暢順啦咁樣，又或者能夠去佛嘅國土嗰度去繼續學習咁樣，有唔同呢啲嘅講法啦。我諗大家都會聽過唔少啦，係咪？咁當然大家都可以去睇下一啲嘅中國好多啲記載咧，都係講翻一啲人嘅記得翻前世輪迴嘅一啲嘅經歷嘅，有啲係豬變人啊，人變豬啊咁嘅，即係嗰啲咁樣樣啦。咁呢啲嘅記憶啊，即係佢哋投生咗成為人。我最近睇過一條片，真係有記載嘅，就係話有一個投生咗人啊，但係佢有隻豬蹄係冇變翻人手嘅，即係仲係豬蹄咁樣啦，咁咯。咁佢就好記得當其時即係投生成為人嘅胎之前，佢係一隻豬啦咁樣樣。咁跟住唔知點樣，哎呀，成個故事係點樣我唔記得。總之就搞少咗隻手嘅，咁就所以出生咧就呢個人就有隻豬蹄啦咁樣樣，即係等等呢啲啦。咁但係個過程唔複雜嘅喎，即係個過程冇一個導師或者冇個判官指住佢話嗱你點點點，跟住你就要點點點啦咁。有啲個過程係好快速嘅啫，即係由隻豬變做人嗰個過程就 1% 就被吸引咗過去咁樣。咁所以呢啲就各有各説法。咁我自己又覺得故事或者過程都唔重要，最重要係你點樣理解翻嗰個靈魂或者我哋嘅人生，其實個最終嘅目標係點樣樣？即係你點樣去理解你自己嘅課題係點樣樣？你要處理乜嘢？你要平衡咩劇本？你最終嗰樣嘢呢個先係最終極，我哋係要知道嘅嘢咯。咁因為唔同嘅。譬如佛家有佛家講法，道家有道家講法，呢啲講法，佢出嚟個劇本都唔同啊嘛。咁點解會個劇本唔同咧？咁佢咪就係你個信念唔同咯。你個信念唔同，你就會投射咗喺唔同個過程嗰個劇本嗰度咯，係咪？咁譬如道家嘅講法咧，就係其實佢哋個講法係，譬如 New Age 咪有吸引力法則嘅。咁道家個講法咧就係嗰4隻字就叫做同氣相求，係啦，同氣相求。同就一樣個同啦，氣就係氣血個氣啦，相求即係求係求助個求，係啦，同氣相求。咁佢就道家嘅意思就係話，所有嘢咧都係相同，即係志趣相同啊，性質相同嘅人物事咧，其實咧就會自然互相感應、吸引、連結喺一齊嘅咁樣。咁所以就算喺個輪迴個角度咧，就係話咩叫同氣相求咧？譬如話你係一個可能好憤怒嘅靈魂嘅，咁你憤怒嘛？首先佢個鋪墊係咩咧？我講咗道家嘅鋪墊先。道家鋪墊我覺得即係幾貼地嘅，係大家研究下啦。道家鋪墊咧就話魂魄啊嘛，佢哋講魂魄啊嘛，魂就係我哋嘅原生嗰個靈魂嘅意識，魄就係我哋即係身體嘅嗰個成個狀態，即係魂同魄，即係你靈魂加肉身先叫一個合體做呢件事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魂魄就代表我哋先天我哋嘅靈魂意識啦，再加我哋後天身體嘅狀況，因為你身體所有嘅細胞其實有佢自己嘅基因，即係你用啲新科學啲嘅講法，就係話你基因驅動嘅嗰個細胞嘅意識啦咁樣。咁所以魂同魄，道家咪話三魂七魄嘅，咁其實就係啦，你一個人我哋生存咧就魂同魄嘅結合體嚟嘅。咁即係話你有先天嘅嗰種意識，亦都有後天你身體俾你嘅意識啊，你嘅五臟六腑啊，你嘅後天嘅一切，即係你物質身體一切嘅所能夠感應到嘅元素咧，都係魄嘅嗰個部分。都係魄嘅嗰部分，咁所以我哋成日話身體好，即係你嘅氣魄好，係嘛？氣魄，即係話你個身體嘅能量場係健康嘅、正面嘅，
強大嘅，咁你個拍咪好咯。咁你個拍好咪會影響你個魂，即係你魂拍一齊個結合體個整體，咪就係會係好咯，就會高頻積極咯。咁所以如果身體唔好，即係三魂冇咗七拍，咁你咪見到有啲人即係痴痴呆呆啊咁樣樣，因為俾啲鬼故事嚇親啊等等啊，或者病到三魂唔見七拍啊，即係等等呢啲求其甩咁見啊，即係求其嗰個意識少咁見咧，都會係嗰個意識進入一種唔完美嘅狀態噶嘛，即係個結構已經係瓦解咗一個部分啊嘛。咁所以道家佢就講魂同魄嘅分別，其實就係咁樣樣嘅。咁所以咧，當你有魄，即係你嗰個魄係身體後天喺呢個世界上邊嘅嗰個意識啦。咁所以，但係魂咧，當你個身體死亡啦。當身體死亡慢慢消磨咧，魄就隨之而消失㗎啦，剩翻個魂。嗰個魂咧就即係代表你原本嘅嗰個靈魂意識。咁你嗰個魂咧，其實嗰個原本嘅靈魂意識咧就係好就會當然係記錄晒一切你哋做過嘅嘢啦。所以佢就會carry 住呢種承負啦，即係頭先所講 carry 住一種karma 嘅狀態啦，一個記錄啦。而呢種承負咧就係會承負咗喺道家講法啦，就會承負咗前人嘅嘢嘅禍啦。或者祖先嘅積嘅德啊，就會庇蔭後人啊，即係話呢一種承負，其實嗰個記錄係包含咧我哋嘅祖先嘅記錄，我哋自己前生所做嘅事嘅記錄嚇，即係總之過往嘅一切。呢度嘅講法就係包含祖先啊嘛。咁所以咪合乎我哋所講，成日要處理祖先業力噶嘛。因為喺你嘅基因裏邊，其實就係有你祖先嘅嗰條數喺度，而祖先嗰條數嗰度就係會喺道家講法就係會落咗個承負嗰度，落咗個承負嗰度都係呢條數咧，都係會被記錄嘅，所以會不斷咁樣連續累積咁樣出嚟嘅。所以咧，喺道家嘅講法咧，就係佢係同佛家有少少分別咧，就係佢會好着重你後天嗰個身體，即係你嗰個魂同魄啊嘛。佢魂同魄佢都着重嘅，佢即係話翻俾你聽，呢兩個都係有影響力，同埋佢都話翻俾你聽，祖先所做嘅一切呢種記錄都會係你嘅記錄之一喺個承負裏邊。所以你要處理嘅功課咧，係包括祖先俾你嘅，你自己無量生嘅嗰個魂魄嘅記錄嘅嗱，或者你肉身世界裏邊你做過嘅嘢嘅一啲嘅記錄嘅，全部都喺晒呢堆承負裏邊。咁所以嗰個承負就係你嗰份功課簿啦。咁你要喺呢份功課簿嗰度做啲乜嘢去圓滿翻去咧？當你個肉身離開咗當你嘅靈魂離開咗肉身嘅時候，你嘅靈魂剩翻個魂啊嘛，個魂就係最清晰、最清明嘅嗰個狀態，所以佢係會自動係有一種嘅自我圓滿嘅一種諗法，就會再設計過一個功課俾自己去叫做收翻好之前未收好嘅嗰啲嘅部分。即係承負裏邊嗰份功課簿嘅一切啦，咁所以每一個即係基於道家好、佛家好或者 New Age 嘅講法都好，都係講緊一個靈魂係當你離開咗肉身，你就冇咗嗰種肉身嘅執念嘅時候，你就會好自然明白你要做咩功課，你欠咗啲乜嘢債務未處理好嘅嘢你好自然會明白。咁咧你就好自然咧就會再設計翻一個劇本俾自己，係去圓滿翻呢啲嘅功課。咁回應翻我嘅學生嘅問題就係話，點解上一生係大愛不捨，下一生又唔係十惡不捨咧？而係可能做翻一個受苦嘅人咧？就係因為如果你生你都係十惡不捨嘅，咁應該咁樣講，唔會有一個靈魂咁蠢，要自己每一生都係十惡不捨，而冇機會去圓滿功課，反而累積疊加功課噶嘛？明唔明意思啊？即係你啲功課，你唔會俾自己累積十載都係一路累積，咁你咪累積如山。即係正常一個正常智慧嘅靈魂，其實佢都會諗住，喂，唔係啦，早少少去處理咗先，早少少輕清翻個魂魄先咁樣，佢都會係有咁嘅諗法噶嘛。咁所以佢咪會將佢下一個劇本盡量設計到能夠平翻上一個劇本，或者之前嗰啲承負所累積嘅事項咯，係咪？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正常靈魂都會，因為佢冇咗肉身嘅負擔嘅時候咧，佢係其實好清明嘅，佢好了解自己問題邊度，好了解自己咩蘇州屎未處理嘅，喺個魂魄嘅狀態。咁所以喺個魂嘅狀態下，即係靈魂嘅狀態。咁所以咧，先至會有唔同嘅咁反差嘅劇本嘅選擇嘅啫。因為就係要有反差，你先有機會係可以了解到，譬如好似頭先嗰個例子咁樣，了解到你傷害咗個人嘅嗰種感受。而
基於因為你了解到，所以你先至會生起一個新嘅智慧，而呢個新嘅智慧係愛嚟喺個宇宙大系統裏邊圓滿翻，多成為一個新嘅教材，去讓嗰個 database 多咗一個智慧，而呢個智慧係可以再裨益其他嘅眾生嘅，咁樣講解會好啲。所以我比較中意用 New Age 啲嘅現代語言去講解，就係咁樣。其實大家都係講緊同一樣嘅嘢，但係因為前人用文言文啊，或者有唔同嘅時代背景啊，咁所以佢哋所演說出嚟嘅嗰種邏輯係有少少啲咁多係按翻當其時嘅時代背景同埋人物嘅性格去演繹咁解嘅啫。其實我覺得係同出一轍咯，係啦。咁唔知我會唔會將三嚿嘢都可以俾到個 picture 大家啦，希望唔好亂咗啦。但係其實去到最後都係同一件事，去到最後你界開晒，唔好理時代背景，唔好理係咪文言文，唔好理，其實大家嘅邏輯都係同一樣嘅嘢，就係每一個靈魂最終嘅目的就係咩咧？就係將自己嘅蘇州市處理翻，又或者經歷翻之後生起一個智慧，而呢個智慧係可以解決呢個蘇州市嘅問題，兼而係可以貢獻俾其他嘅靈魂嘅，而喺個宇宙大系統呢個記錄裏邊產生呢個新嘅學習模式或者新嘅教材，而係裨益翻整個大系統，裨益翻其他有機會遇到呢個教材嘅靈魂意識。咁當佢做完呢啲貢獻，當佢自己功課又圓滿咗啦，咁佢嘅靈魂咪可以冇晒啲秤砣咯，咪輕翻，佢咪可以去翻一個即係我哋叫 the one 嘅狀態啦，又或者 the source 本源嘅狀態啦，或者即係最至高無上嘅美妙嘅一個狀態啦，咁樣咯。咁所以希望解答到我呢個學生嘅問題啦。咁亦都希望我唔會將道家佛家嘅嘢講得太亂啦，係咪？因為道家嘅嘢嘅用詞係有少少唔同佛家嘅。咁但係 by the way， 我又覺得道家啲嘢貼地啲。我頭先咪講過貼地啲嘅原因，我會覺得佢係好比較比佛家嚟講，佢着重多咗喺現世嘅嗰個身體，因為佢分開魂同魄嘛，即係佢會着重喺身體嘅強健，即係魄嘅健康嘅嗰度。所以點解道術裏邊其實都有好多，譬如練丹田氣啊、氣功啊呢啲，佢哋係要比較顧埋我哋嘅肉身身體嘅健康，而佢會認為呢一個先係可以再裨益翻整個魂魄系統嘅。因為你嘅身體都需要，譬如點解佢哋會收丹啊？練氣功收丹田氣就係要將你個身體嘅嗰個狀態、嗰個能量值都推高嘛，咁而令到佢唔好拖累翻你整個魂魄嘅結合嘅一個修練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道家嘅呢一個係幾好嘅，因為佢起碼會有個讓你個肉身都完美圓滿啲去進入修練嘅，即係一同修啦嚇，一同肉身同埋意識都一齊修嘅呢一個狀況咯。我覺得會好啲，因為一個人唔健康或者辛苦緊，或者即係身體虛弱啊成咁，其實真係好拖累你嘅精神意志嘅。咁所以精神意志唔足咧，你好難生起一個高度嘅智慧，因為高度智慧就好得意嘅，你要好集中一點係去理解一件事嘅時候，其實係好燒你嘅，好燒腦嘅成件事。燒腦即係燒 energy 啦。咁如果你個身體嘅嗰個健康情況 support 唔到你咁燒 energy 嘅嗰個運轉咧，嗰個運轉嗰個轉數嘅時候咧，其實呢件事又完整圓滿唔到嘛。咁所以我成日都即係好提倡大家身體一定係要進入高頻健康狀態，咁你先至 support 到你個腦嘅高速運轉，然之後先能夠轉到去嗰種高維度嘅嗰種知識智慧嘅嗰個頻道啊，先調教到嗰個 tune 台嗰樣嘢 tune 得去嗰度去接收呢啲高維度嘅資訊咯。咁唔係想得罪，但係有好多佛教嘅人就會食齋，但係如果佢食齋唔係好似阿劉德華個營養師咁圓滿嘅時候，可能佢個身體未必係調理到咁精準嘅狀態嘅時候，可能即係可能氣虛啊、血弱啊咁樣，咁咪個身體 support 唔到嗰個智慧嘅生成咯。咁但係佛家又講你唔好即生前呢啲唔重要嘅嚇，最緊要就係你死後嘅世界啊嘛。咁所以呢一 part 我覺得我又傾向，我又覺得道家嗰邊好似較為即係嗰個齊備啲啊，即係嗰個修行嘅概念啊，即係
包括肉體嘅提升先天即係理解人喺呢個社會度，因為道法其實好多嘢都係講緊。尤其是你易學啦，易學其實都算係道家嗰邊嘅嘢嚟㗎嘛。易學係講緊呢個世界裏邊嘅成住壞空嘅嘢嘅一個循環，即係64卦其實都係講緊一個天地人之間嘅一個循環嘅一個記錄嚟㗎嘛。咁所以道家我覺得幾好就係佢既係有氣功將你嘅身體變健康，跟住佢就有64卦嘅易學嘅話翻俾你聽，係有幾多種劇本喺嗰個循環不息嘅人類系統嚇，即係或者我哋呢個維度人物事係點樣循環不息嘅，又有呢個智慧教你，跟住又教你去收到高維嘅時候咧，就係可以咧接通上天嗰邊嘅嗰個數據庫，而得到嗰邊嘅智慧咁樣。咁所以係我覺得比較顧及嘅位多少少佛教徒唔好掟爛玻璃先係啦。咁所以我成日話要參考人哋好嘅嘢，係去圓滿翻自己嗰個劇本咯。咁就算你係佛教徒，我覺得冇問題。你注重翻你嘅身體嘅氣血係嘛，精氣神嘅保養同埋健康，咁你一樣係可以收到高維嘅智慧，一樣係可以啟發你嘅咁樣。咁當然你用佛法嘅嗰種叫做咩咧？比較空性係啦，我終於諗到個字，比較空性呢個做法去在世間處理人物事嘅問題，唔係唔得嚇，因為你空性啊嘛，佢影響唔到你嘛，完全都係得嘅，因為影響唔到你嘅內心世界。佛係講空性，即係話無論你出邊打仗、殺人、放火乜嘢成都好，都係對我嚟講係一個空性嘅事情嚟嘅。所以因為呢一樣嘢對我嚟講係空性咧，就影響唔到我個內心世界，我就可以進入如如不動嗰個狀態。咁當我習慣咗呢幾廿年都能夠喺呢個狀態嘅時候，我死後嘅靈魂就唔會沾有呢一個娑婆世界嘅一切扭咁教七零八落嘅一堆嘢啦，呢堆嘢唔差關我事。咁我係依然係空性，依然係如如不動。咁我個靈魂就能夠揚升翻去呢個佛境啦。咁都係有佢個方法嘅，即係佢倡導嘅嗰個空性嘅嗰個理念，其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你咪要睇下你覺得邊一樣手到拿來啲咯。我成日覺得。你能夠做到呢種空性如不動，咪呢樣咯。你唔係嘅，你仲要喺個人世間，可能係一個集團老細，你又要處理好多人事嘅嘢，你又要處理好多屋企嘅嘢，係嘛？咁你梗係搞易學嗰隻64卦啦，即係嗰隻起碼個64卦有個版本俾你跟，即係有個版本俾你去預測究竟係可以點樣轉啊？即係嗰個世間法係可以點樣轉啊？咁而係咯，我覺得呢個如果係要做生意，道法呢邊嘅修練係幾好，即係你搞好身體，你搞好人情世故，跟住你向上又修智慧嘅，咁啊圓滿好多。咁 New Age 咧又另外一邊啊 ，New Age 咧就係講緊咧，即係佢係外星體系啊嘛，即係外星 download 嘅嗰個資訊啊嘛。咁嗰邊佢就係亦都唔係咁着重你揾唔揾錢啊。溝唔溝女啊，即係佢唔係咁着重呢扎嘢嘅，佢淨係話翻俾你聽，你係要讓你去活出你自己靈魂嘅本源，你要愛你自己，讓你靈魂本來嘅面目重新去歸位，咁樣去倡導呢一個修練咧，要你活翻你自己嘅靈魂嘅狀態出嚟，咁樣你就為之係最幸福，你為之係覺醒啦。覺醒嘅意思就係你唔好俾呢扎三維世界嘅呢啲發生嘅一切去污染你自己本身靈魂嘅嗰個存在，咁樣你嚟係體驗呢個世界三維世界嘅呢一切感情啊、物慾啊、鬥爭啊、戰爭啊呢一紮嘢，你係嚟過個場體驗下嘅啫。你唔好去跌入去，咁咧你就係體驗完啦，好似睇完場戲咁，你就走得噶啦，拜拜，咁下世唔好嚟啦咁樣。即係咁樣咯，係咪？即係你會覺得有趣嘅就係每一個學説都有佢有趣嘅倡導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有趣嘅倡導啦。咁咪就睇你自己覺得手到拿來，你自己個性格喜歡邊一個，你咪收邊一個咯咁樣嚇。即係其實每個人都有佢嘅唔同嘅性格傾向噶嘛，咁你咪收唔同嘅嗰部分咯。咁我覺得自己即係覺得用一個觀察者嘅角度去睇咁多嘢咧係最好嘅。咁有陣時你當然都要揾翻你自己個劇本想做啲乜嘢啦咁樣，咁所以睇完咁多，反而自己係會覺得冇咁執着，即係我
冇咁執着是但一樣嘢，即係對是但一樣嘢都冇咁執着。咁我覺得個人係輕鬆好多嘅。咁你咪喺個輕鬆高頻嘅狀態，咪再繼續你自己人生，再睇下發掘到啲乜嘢嘢，然之後係再將你自己嘅精神力量去投放喺啲乜嘢度，然之後貢獻啲乜嘢嘢咯。咁我覺得即係暫時嘅我嘅自由嘅點喺呢個位咯。即係我本書都叫做心靈自由嘅高維導航嘛，咁所以我自己倡導就係心靈自由啦。呢個係暫時呢個階段嘅我係覺得重要嘅就係心靈自由，係啦。咁當然心靈自由嘅背後或者再下一步再可以有其他嘅進程啦，咁樣咁係啦。咁喺會員頻道我就會分享一個唔知叫唔叫續集啦。會員頻道我就會分享一個喺抖音嘅網紅啦，叫路飛。咁佢就係12歲咧就接觸易經噶啦。咁所以咧我近排都聽佢幾多即係視頻啦，即係佢會講翻佢嘅理念係邏輯啊咁樣樣。我唔係完全100%認同，不過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難得嘅喺呢個世界上難得睇得很通透的人，所以佢有時講啲嘢咧都幾值得參考嘅。我當係另一個學派去研究呢個人講嘅嘢啦。咁我喺會員頻道會分享一下佢其中一個觀點，就睇下大家又探討下咁樣啦。係啦，有興趣就撳個會員頻道睇啦。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話題，係咁，拜拜。